test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好，我的发音，我是发音很够。新年恭喜，新年今日新年假最后一天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先搁小可等一下吼，看搁有朋友会起来无？先小等一下。哦，福利好。今仔日呢，继续搁要继续耍游戏哈。原底嘛是有想讲要唱歌啦，但是我感觉想啊，也是搁继续耍游戏好。心情感觉家己感觉讲耍游戏较好。安尼先小等一下哦，我来摕一下水。啊，搁等看嘛，有朋友会起来无？完全攻略是第一啦。我较早细汉的时阵，少年的时阵，敢若捌拍过技能3是56，第6代、第7代毋捌拍过，第8代嘛破关，敢若第7代毋捌拍过。啊，搁第6代啦，第6代算一摆，我就无想要算啊，感觉第6代足歹算的，所以我即马对即个第6代的印象是上浅的，就是上无啥物印象讲第6代咧创啊。我敢若会记得迄个忍者的即个盔甲足水安尼，足帅的啊！忍者的迄个装备，敢若会记你这尔，其他拢袂记你了。X7是进前一开始出来的时阵，敢若出伫电脑，迄落啥是 PS 吼 ，PS 尔吧。啊，电脑版有哦，但是电脑版是敢若韩文的，啊，迄个时阵佫足歹摕到的，所以就无算到 X7啊，就跳过人过闪过啊。而且佫听讲 X7足歹算，就是足奇怪，佫比第6代较歹算。第6代佫是含原底差不多。啊，我先开开好。嗨，大家好。
大家好，我是hen哥啦，新年恭喜，新年恭喜！今仔日搁要来继续耍游戏哦，要来拍《Rockman X2》。啊，咱搁来刷来，搁继续讲一下 X7。X7 迄个时暗下调1号、2号、off 2号。今仔日要来搁拍 Rockman X2 哦。啊，伊迄时就是讲第7代就是因为阮兜迄个时阵干那电脑尔嘛，我无 PS， 所以耍袂着。啊，要伫电脑耍。搁干那韩国有出即个韩文版诶，啊，搁就歹摕着，嘿。落尾我是有摕着啦，但是看迄就无耍啊，感觉讲就歹耍诶，这3D 诶，搁耍袂下，就无耍啊。耍上济摆就是进2、3甲4，尤其是第4代，因为我感觉第4代真足帅，哈哈。迄个时阵伫 PS 出来的时阵，迄个时阵 PS 搁会伫迄落哦，搁有伫电动机仔呢，就是有咧拍格斗天王的台仔间，有当时搁会下一台 PS， 啊你投钱，你会当耍 PS， 迄时阵拢看人咧耍 X4， 我印象是大概咧耍 X4， 啊甲搁有看人咧耍迄落恶魔城月下夜凶曲，恶魔城月下夜想曲，嘿，哦，恶魔城月下夜凶曲，夜凶曲，我感觉足好耍，迄嘛是我一个少年时代回忆。搁小可准备者的当来耍哦。其实头拄仔是头仔咧看迄落啦，咧看小可复习一下攻略，啊无惊讲开伤济时间吼，就来开发复习一下，小可想者看进前咧较早咧耍的时阵是安怎耍的。啊，第2代是会当摕好溜拳嘛吼，好溜拳较好摕啊。你若相对第1代的迄阿土拳来讲，阿土拳较啰嗦，好溜拳较好摕。啊，第2代有一个足啰嗦的所在，就是你若要收集即个节路伊的3个零件吼，较麻烦淡薄。你爱伫一般的关卡，爱先甲迄3只先拍死，足啰嗦的。迄3只中 boss。好，差不多会当开始啊！惊讲拖伤久吼，明仔载要上班，大家要上班啊，莫拍甲伤过久。Mega Man X Legacy Collection.
伊这开头后壁迄只青色的迄只，伊敢若出现几秒尔，但是国外的人拢感觉足爱伊的。又搁袂记你调键盘，调按钮，你看逐台拢爱调一摆啊，比较麻烦呢。袂记你调键盘啊，调迄个按钮，起啊，调这个起钮。第二代上好的就是一出来的，多出来的会当冲啊，会当出啊，向前出。你好，开大灯啊，复古的游戏的对啊。这个很古的就是古字，就是爱算古早的游戏啊哈。啊，毋过哦，我感觉真趣味的就是，前阵仔看足侪 VTuber 咧算 X 呢，洛克人 X 呢，像迄什么16月啦，啊个迄个时代啦，哦，迄个女武神迄个哇，伊嘛会算洛克人，足趣味的。才有一个好耍的物件，咱就会使坐车咯。啊，坐过头就是安尼啊。你要干嘛？夹我的头？啊干！还是掉下去了。啊，不要闹了，领金胜爱赶镜头啊！这第一摆吼，足够死伫遮的。你毋知影伊咧创啊，啊，就袂虎跳甲上顶头。哦，要来拍大颗机器人哦。这个 X 的第一关吼，通常拢爱拍一只大只机器人，应该就是为这代开始的。第一代是霸法嘛。等下，无说哩，拢死去。什么？死去咯！吹卡带是吧？有呢，我有拄过迄个年代呢。我较早阮兜的超人嘛是爱囥卡带，但是算无偌久就开始用这个磁碟片啊，就分卡带的时代一下就过啊。日语看无，跳过，啊无会当来配音者。磁碟片，我甲你讲，各位小朋友，恁即摆咧耍即个，恁即摆咧耍游戏，也是讲哦，咧用即个 Office 的时阵，欠档案即个迄个钮啊，迄个齿啊，那个按钮哈，伊本身就是一块磁碟片，恁敢知？我来讲，一般来讲哦，新手关卡就是新手第一关，通常拢是拍即个卜啊吼，即条丝瓜啦吼，卜啊，即条丝瓜啦吼，天气丝瓜。一般来讲，但是咱就是爱先来拍考题。
练啊烤鱼，车练烤鱼。其实伊迄算是人讲是鱼啊哈，齿轮啊，鱼啊烤鱼。啊，角度不对。这敢袂当跳，袂使。交一这关的武器，这关的道具足歹克，爱心甲这个手拢足歹克，伊个手部的装备足歹克来遮。这可能还跳足久哦，我输克者。这跳小久，那跳伤久我就算了，后回再过来啊。哎呀，这无卡就歹克，就歹跳。咱小可试者就好，跳袂过就算了，莫拖伤久，落去 tempo 跳啊，这有直接撸死啊！其实伊上正版的刻法是，你爱有这个卡吼，安尼冲过安尼啊。啊，无卡的时阵就干那会当硬跳，袂使，伤远，伤远，伤远。哎，蓝宝老师你好，其实足侪人咧算呀，足侪人咧算 X， 前阵仔有一寡查某的 VTuber 拢咧算，我嘛毋知啥啦。嘿，大家拢初见，敢若阮这老伙仔是，毋是初见啊，无爱跳啊，等下搁来一摆，后回搁来一摆，伤歹跳，浪费时间。是讲若客着咧拍魔王就好拍的。飞盘男孩，算了，食袂着。换一下进度。台语着，台语命我来讲，咱昨耍的时阵就小可试过，啊，但是咱拢是先叫伊本身去食物件尔啦，比如讲，昨有一只穿山甲无，就是拉力啊，穿山甲和做拉力。我轰，哎呦，轰死你呀！哎。要给我复活是怎样？这样来，这边那跳，安尼哦，不是啦，绝对不是安尼啦。第一，要有空中冲刺加火焰冲刺，才会当过。啊，无就是要用另外一步。哎，没护，打我啊，笨蛋！打我啊！打我！快！哎，呀！啊，没互冲啊！人是讲用无敌，用这只个拍无敌安尼去安尼啊！过来！哎，伤过去了，过来！过来！啊！嘛无遐简单嘞，搁试几摆啊，若无法度。年轻人初见，打老伙啊，好久不见的这种。哎，搁一摆，伤紧。
较晚嘞，紧！啊，我跳 ，yes， 爽，谢谢哦，米赖皮。这个用不正规猎人的不正规手法 K 掉，谁才是不正规猎人？现在 X 的世界基本上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代志，谁才是不正规猎人？基本上国外足厉害，基本上 X2 竟然佮研究出新的这个有新的 bug， 你知道吼？够厉害！2026年。现出时竟然还阁有这个 bug 啊 ，bug X2 的 bug 好像发现够厉害的。技术太差，不可以撩太多血，我等下拍一只口鱼拍袂死。来，等下正式啊命名，或者伊就是车轮口鱼，练啊口鱼。是叫 Z 啊 ，Z 啊就是这个啊，这个中魔王的迄个关卡啊，这个一个哦，我看迄攻略网站改号甲足水的呢，叫什么修罗战警、修罗战警，哦，这创的名呢，修罗战警、修罗战警，我轰！要补血，拜托。没有啊！自己逼自己，想说，哎，原来在这里就挂了，要补血，干这么小，好，4D 打魔王，哈哈，这个魔王不好搞，可能会死一次，我看一下，哇，零命呢，这样会重来哦，可恶！好不要紧啊，变看卖。练啊，再来。啊，唱多年死去。哦，伤久无耍啊，应该爱为另外一边啊对。继续，袂啦，会较紧。我感觉算较紧诶，茫过伫遐拉屎啊！哈哈。来，咱练啊口鱼第2摆。生洛克人就是要一直集气来，小可跳2个，看卖会过袂？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家己有捌跳成功过，唔可能跳要规工的哦。买好啊，浪费时间。规工就干那咧跳这个啊，就歹跳的啊，真正爱歌手较有法度。嗖，哎，这个应该拿了，哎，对了，嗖，来哦，嗖通关，哎呦，佢搞我好拍，
等下要来摕一下迄个，去条命摕一个。好，进来。嘿嘿，满血！啊，我在冲上！大粒要来咯，紧嘞，紧走！我哥，来，练下口语 ，Come on！ 一粒，两粒，无味就好。落落来个掉，惨，即个tempo无好。惨！电光独龙砖，没有啊！不行，没有抓到那个感觉。哦，这里好帅哦！你看，伊这是一个酷鱼的目睭。伊道你好，嘿嘿。过来一盖。闪无力。歹过啊！差一点，手酸，无法度一直蹬墙，个跳。这摆最后一摆啊，那这摆无过，可能要换一关啊。无这摆进度袂落，还有一条命，加油！那
头起先若拍过伊，拍会过的后壁就较轻松啊。啊！啊惨！啊！啊！对啊，这关哪会过？后壁就较好过啊！真正是老人手呢，即马拿机器拿凳墙已经小可会酸啊！哈哈哈！对啊，可哦可哦可哦！过伤少无，应该是会过。啊！跳袂赴，搁要死啊！搁要死啊！搁要死啊！啊！大概的怕呢？不行，我要用一些省力的方法，要不然安尼跳袂过。搁一摆，搁一摆。这摆若无过的，爱换关啊，就爱照一般的新手关卡开始。无像较早遐咬啊，较早手拢袂酸，即摆小可刺激会酸啊。啊对啊，会当讲一下我刺的方式，我是用C字手，所以讲手会弯成一个很奇怪的形状
C 字手，你知道意思无？就是机器放伫 Y 啊，跳的时阵伫 V， 就是啊，若要冲的时阵啊，先刷起 A。我的手是拢放掉的，就是大拇指嘿起两个啊，食指起一个安尼。最伤害手部的姿势是这样子吗？我不知道了。但是伊会使，你更强的时阵，一个会当机器啊，较好用。来，去顶头摕一条命，啊，个刷来继续拍。夜钓。有一机器耗那么多血，也爱用终极器的跑，拄好会当弹到伊的下骹的迄个。哈哈，对了吼。三弟嘛，要甲你拼一个。是。我小可知影一寡模式哈，一寡模式会当破。系啊，其实我细汉的时阵嘛无未买攻略本的时阵嘛是家己算靠家己去找。算过第一代就知影讲，伊有足侪奇奇怪怪物件，通迄个摕，一个链啊，一个链啊。啊，闪无哩！慢慢来。啊！安尼个会掉。冷静，冷静，稳住。
耶！啊！掠着伊的模式啊，即摆嘛较好拍，小可较好拍。伊的模式有固定，对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既然咱摕着恁啊，咱摕着字啊要创啊？字啊可是要摕宝物的啦！哎呀！拍死2只魔王了，迄个会出来啊！迄3只就会出来。我想要来摕一个物件。这有一个装备是现出时摕袂着，就这爱跳起哩，摕袂着。遐个有迄个水晶落嚟武器，等下哦，是这哦。嘿嘿。异兆爆破，对八大湖，我听讲即摆八大湖讲改名，即摆毋是叫八大湖呢，是毋是改名？对啊，改这八大碟哦，够无聊，真系假啊！耶，兄弟！其实我有点想死出去，因为这一关的魔王也是超难打的，不一定会过，也没关系。先去打鸵鸟，先来怕得教。啊，要不要嘞？好了，挨打一下，顺便集满了哎，顺便集一下一招爆破。嘿啊！现在伊爱改这八大碟啊，八大湖敢唔好？这是安那？人会感觉讲小朋友也唔知影湖甲碟的差别啊。我忘了这关怎么过了啊！好像要把他轰死，对不对？要用一招爆破，根本在甲扁个死。是啊，呵呵呵，八大湖。八大碟，一气人家抽斩。那边有啥物件？啊，迄个魔王关。有几只是不是魔王关啊？免怕。现在无脚步装备
一寡所在就歹去，就歹退啊，算了。今天任务在身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没有东西。这款魔王的武器足趣味哦，伊伫无共所在机器会有无共所在的效果哦。因为讲伫迄个水井遐，水井迄边，不要控制我！哦，坦克人冲啊！烦死了！我会记得练啊，是毋是会使？袂使。好，紧张的时刻过咯，啰嗦的人过咯。我怎么觉得这一关变得特别难？之前敢有遮困难啊！我想着啊，之前我拢有手部装备，一个较好拍。即马即遮都无手通啊摕。讨厌鬼，搁无咱补火，系啊！你若拍水晶的时阵，水晶你若无用无共武器甲拍，伊就无共效果哦。你讲火啦，啊，甲迄个水晶甲碟啊，会有无共款的效果。我袂记你讲是毋是第一个会当用一招爆破没有？袂记啊。啊！考验手速，可恶！啊！赢不了了，剩一滴血啊！奇怪了，我的 X2 开始变得遮困难，还是我选择的路线了较奇怪。哇，惨，害怕啊！啊！喺伫头前，迄个就袂当伤过了会啊，系啊，八大湖变成我打不赢的样子了，对啊。苏克姐，
嘛是有法度赢啦，但是第一关就是即只的时阵袂当了伤侪岁，要拍了紧。啊，惨啊！自杀了啊！整个方寸大乱，乱七八糟。而且即马佫无医罐通啊摕，佫无医罐通啊做壁，然后见若摕着身躯就当生出来啊。先来摕迄个手部装备，我摕身躯就是为着要摕手部装备。手部装备当可用另外几种方式摕。啊！这个没有火焰真的不好打。好，拿到身体了，可以回去拿手部了。手若揢着，就加较好拍。手处理。只有一次机会而已。拿到了，有没有看到一招爆破作弊法？没有啦，这个也是不算是 bug 啦，不算是 bug， 水。伊个有一种机卡是算足歹用的，就是你可以空中，然后空中弹一发，啊去跳，瞬间跳开。但是迄我袂晓用，足困难的。手克掉，想要拍得教好，爱骑骹，无骑骹就歹舞的。得教音速得教音速鸵鸟哈，音速得教 Sonic， 音速得教。
这是拍魔王的所在，安尼毋免来。拍小魔王的所在。第一摆出现奥多拜亚就是伫遮。这边爱骑奥多拜亚是用迄个火枪冲过，咱就后回才过来，啊无就是骑奥多拜亚过，就是毋过较多咱奥多拜亚已经弄歹个。好来，遮就是要骑骹的所在。跟隔壁棚的音速小子有关系吗？有哦有哦，哈哈哈。当时音速好低，啊这边是得奖。其实我是不用我们自己按的。他自己会射。哎呀，这摆定会死。我看迄个网络顶啊，人咧速通有没有？速通伊安那拍的，伊就是用第二段的机器安尼拍尔，较紧，讲安尼较紧，安尼。不过我看无，应该讲技术无到遐啦。咱若是看啊拍好啊，保守一点。来吧，来吧。过啊。嘿啊，二阶会较紧。
毋过你爱讲安尼讲就是讲，瞬间会较疼，当然是上尾仔的机器啦。除非吼，敢若三代的上尾的迄个接开，伊的自开有较歹用淡薄啊。三代的时阵，迄自开就歹用，迄手部装备有可当无可。我感觉第二代的手部装备，安尼二段上好用。好，一支看无。多可能啊！你这个啊，唔通安尼黑白算啊，用迄种软报告的方式来拍，安尼人会当作你是无正规的大人啊，唔通哦。茫去网络顶看遐个攻略，安尼用一个报告。老先生你好，还好啦。刚刚开始过2关而已，都要过2关了，头前拢拍了歹。先互因迄落一个，我先来摕一下爱心，这关的爱心。即摆会当叫咱的现有的武器来拍，就是咱即摆有啥武器，就来甲拍。先来摕这粒爱心好。哇，弄派啊！想讲迄楼顶是安怎来看一下讲？来。哇，搁弄歹，袂使，搁转来使。啊，角度调无好，过来。哦，要甲车驶到后壁竟然才困难。会当如实证明我不是一个飙车少年。我对做唔对，爱冲甲呢，还是爱较早冲的。看会搁无过啊！袂用急，过来。搁变伊。我若
边错了？我哪边错了？要冲跳一起按吗？马伯啊，有啦！啊，这边要跳，可恶！不行了，要跳出去了。想不到要骑车上来，原来是这么难的事情。今晚嘛无火焰让他冲啊，袂过。差一开。别浪费时间。也是等摕到火较来好啊，无就先来摕火咯，啊无足侪。先来拍布婆仔的金啊，婆仔金，吼，布婆仔的金啊，婆仔金吼。咱来看一下婆仔金的伊的关卡第一有啥物通啊摕？布婆啊，海底基地，海底基地，海底基有啥？海底基有这个衣冠好哦，又个是爱来第二摆的一关啊，足讨厌的，但要是都爱来第二摆。海底基地啦，海底基地，伊讲是做海底基地。哇，进度伤慢呢，即摆拍袂一半，拢是为着讨厌的，就是为着要摕艾克斯的，毋是啊，摕杰洛的装备较歹摕。我来看伊即关的要安怎去。哦，即关的小魔王爱为顶头过，好哦。好。跳水，
OK， 退点，退点。跳违规，这嘛是爱客，这关破了后，才来客。不过伊才有一个 bug 会当跳较悬，但是这迄款，较拄仔有雄破，跳掉。啊，算了，破了，卡过来。海底基地要破了，现在怕小魔王。敢若唔对哦，哦对了，空中挺腰。嘿啊，手摸到那个墙角的时候是有机会的啦，是有机会的。这关敢无？我会记得有呢，我记唔得呀。哇，安尼杰洛的可能会一个摕袂着啊。各位不对，对啊，应该怕魔王啊！哇，那是关鬼，安尼会减一个哦，会少一个装备没拿到，安尼就上尾要怕杰洛啊！如果少一个猎人就惨了。
就没有杰洛的装备都拿不到。刚刚会减一个就对了，好像会少一个。先卖减。对啊，减一个啊。卡拄啊无对哦。哦，要比那只大鱼更快到门口哦，干他洗哦。你讲的好像对哦。哇，他没有帮我记录吗？没吧？啊，点跑啊！不要！你没记录吗？等一下。啊，我迄记录是记录安那？还是伊有用密码？咱来家己记密码哦。哦，有啦。哦，惊错一个，阿妈错赛。哦，还有健卡。要比那只鱼更快到，是不是？哦。我忘了哪一只是哪一只，等一下。哦，你若讲啊比只鱼较早搞安尼，我就知影。袂当比较慢就对啊，吼。好哦。啊无先来拍伊好啊，因为我即马也袂使，伊即只伊会惊的武器我无，去互伊重新洗牌者好啊。啊，先线骑一只奥多麦啦，看卖会过袂？哦，每一次都要重新调一次，很麻烦呢。操作啊，你若定来的时阵，伊就要搁调一摆啊。伊就袂使记调的哦。机器人者不是机器人者，牙钢电池牙钢，电池牙钢是行废铁。好啦，来甲拼啦。过来试一下奥多麦。
来，哦，直接跳，直接冲就好啊！莫互人妨害着，啊，直接冲就好啊。啊，又冲不上去了，可恶！啊，雷虎啊！我还是拿那个迷路的武器再回来拿好了。哇，收窄啊哈！这边是大胖，然后迷路，好。我根本让底下就把它轰掉，这样会不会没人开门啊？用一招爆破把它轰掉。哇，还差一点点。来啊！可以啊，他轰得掉了，他本来就轰得掉，只是我唔知影讲是爱伫什么程度。安尼会使啊哦。哦，对啦，爱先互伊死啦，较拍会对啦。毋过即摆拍袂赢。伊惊泡泡啊，我无泡泡甲拍啊，没有泡泡可以打。哇，无一招爆破啊！安尼爱看看拍。安尼比较紧就好。
我多维护，不行，自杀。还是要用一招爆破比较有效率。好弱的问题。竟然安尼就翘去哦，叫我逼较死去。对啦，我发现怎么把它打爆了。哦，这踢球这边那味啦，惨啊，都要顶来啊！啊，拍袂啊！伊这爱用泡泡较好拍。变看卖，加油！我头啊，这个一罐塔卡还没变。要不要存呢？比较好。哦。死了他会重来就对了，那就好了。我想起来，
烦呢、为了他们。气象控制中心，看一下它的 BOSS 关卡在哪里，小 BOSS 在哪？哦，走下面是不是？好哦，好。加油加油！就是为了要拼那个要拼他的那个几率，真的讨厌。哎，这关想触别的是伊的爱心点数底加，做机车一出来就是爱心点数，足过分呢。我来看伊的衣冠要哪起？第一粒、第二粒顶头。哦，好哦 ，OK。哎、一时失差错，随着落赛呀！我给你通报。跳袂过啊！跳起哩啊！还是位这边？位顶头啊，对啦，这家应该会是。这跳袂起啊！死去！他没哪跳去啊？位头较顶，位第二只的顶头。哦，最左边是不是？好哦，感谢。我用袂记啊。从这里哦，别那去哩，别那去哩，你看，我看答案。
道具收集，实在是拢袂记了了呀。我看下。哦，安尼。哦，可以踩那个敌人的头诶，迄个敌人的头是会当会对啊。我即摆较知影咧，伊安尼敢会互我？我看嘛，阁有机会互我无？哇，都不会复活，死掉了，怎么办？那只好从这里了。你讲会当位安尼跳？啊，去你啊啦！耶！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。耶！知影这首歌无？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已经叫我慢慢的放手。阿伯啊，来哦！不闹了。竟然无对。我终于打败一只小魔王了！还好我有拿到飞刀阿贝出事了！耶！阿贝现在已经初6了，初几？初5了，开工了，要上班了，明天。不要再闹了，等下被逼到没血，我北胜。阿贝出事了。这个平台是可以踩的。靠腰，我竟然被干掉了。已经初7了。其实这个珠子，这个珠啊无甲拍，敢若嘛无要紧的吼。我袂记你这个珠啊拍破有啥物意义啊？是不是无意义？
下雨天它就长不出来哎。迄个草啊头的招不出来。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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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不要太浪费时间，赶快轰掉这只笨魔王。这一只用镰刀砍它，它会断一截，非常开心。我竟然这样还啊！我竟然失误成这样子啊！不要认真啊！刚刚应该要赢的，不过没关系，已经打败一只小魔王。今天 X2 打的实在是太绕赛了，调整一下。要把它再调回去刚刚那一关。都为了周魔王才会这么啰嗦啊！这次有一冠的帮忙，应该有一个一冠，应该还可以。不想打了，浪费时间打天气猪猪。忘记说要去拿那一条命，不然等一下做不完。哇，一冠才这么一点点哎，这样打得赢吗？这颗安尼硬拼甲拼赢，看卖，这应该是内底算较简单的。哦，好哦，他怕的武器我一个都没有，哈哈。一个都无。一个武器都无，敢若剩我的手炮，普通的炮要来甲拼。我要抓他的模式。哇，差嘛，这模式就歹了。
哦，喝嘎仔，哦，太惊险了！不要这样子，老人家心血管疾病不好。三搞哦，三搞应该是那个阿伯比较适合吧？阿伯比较适合三搞。哦，竟然给我直接弹落呢，真歹呢！那不是我花无够，还轮得到你唱秋吗？轮得到你唱秋。认真认真，忙个算哦。这粒球爱伫热人的时阵，就是即马天气安尼热人的时阵，伊才会出来。伊若落雨，伊就袂出来。伊就球的。即摆是雾啊，天气雾啊。伊会变做两半哦。无哦，爱用普通的，较会变做两半。我竟然用机器的，结果伊无互人切做两半，伊会切做两半。系啊，伊会安尼滋中一顺安尼，中互人切做两半，切布啊！结果我用机器的，结果无法度。海底鸡，要不要去挑战一次海底鸡？因为若无挑战，伊嘛是伊会继续黑白走，赶快。想一下，无泡起来就歹拍。拼啦！我有一个衣冠，用衣冠参与小输了。
有摕到一冠的，我都常啊小输啊。先甲节落的零件处理就好，较会当豆豆拍。这就歹出补货呢。跟我补两支，我较来食下骹迄个。啊，无做食着，嘿嘿水哦。安尼毋食着，安尼我医馆毋才有通补。变看卖，有机会较继续拼，啊无机会就是先闪，后回再来。哦，你的铁球就啊，安尼，要拼无？啊，拼看卖啊！啊，佮差一摆，啊，先甲医馆拿。保有掉就 OK， 就有机会。但是医馆保的货伤少，爱搁拼。啊，先甲医馆保满就对啊，安尼就有机会啊，就拼赢。啊，无食着。啊，惨啊，袂赴。啊，要重来了。啊，算了。来不及把它打爆。
他这次他往上跑无爱和我拍呢吼。海安呢？怎么那么奇怪？为什么？还没变啊？对啊，我有。还在那边撒炮呢，好。补血的来补一下，没有，靠这2只补1罐，好像不太有效率。刚刚应该先找个地方补个1罐。对哦。加减死，刚刚如果不要碰到就好了，不小心碰到。来。把小酒放光光。今天大概打到1点吧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对哦，看还剩多少？应该快满了，再一点点，再1颗，满了。来，这次一定会过。真的很靠北。过了哦，贵啊贵啊！一点贵，对啊，真正贵啊，好啊，一路的拍图拢克掉啊 ，OK， 即马，通啊，安心啊拍，凊彩拍，冲！
感谢你甲杰洛的这个配件零件拢撒转来啊！我来做一下乐高啊，甲伊做起来啊！摕一罐。其实我唔免怕，我唔免怕伊，不用管他。我只是要来拿东西而已。我在干什么？原来凯恩博士是一所星原来左怪击霹雳哦，击霹雳哦，原来杰洛是击霹雳，笑死！原来杰洛是击霹雳啊！这摕了啊，搁剩这粒还未爱心还未摕，这摕了啊，加嘛摕了，手拢摕着。拍牙工好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电厨牙工。牙工的牙就是拉牙的牙，同款同一字哈。牙工啊，牙工，电厨牙工。哇，嘟嘟叫啊，惨！不能杀死，因为要刻意挑起你。来啊！现在手吸掉就会使啊！好吧。啊，袂着哦，哦，看见。不会要拿火焰吧？应该这样可以中啊。shit， 差一点。
安尼冲过敢袂使？进勒索呢？二代怎么那么鸟毛？靠呀！安尼用地势诶。啊，我来看，伊遮应该还有一项物件，大型电脑中，中庸电脑这就是 CPU 啦，中庸电脑。快速跳过铁箱哦，这个所在。好哦，好哦。这可能爱先准备预兆爆破。又要拿那个了，咱每当过来一摆，不行，那个要过来第二摆啊！哦，这个要跳起啊，算了，我记得这个好像用这个吧。哈哈，这样他会是最弱的。你若钓做一摆，伊会小强的哦，伊可能比魔王较强。这只会当变甲比魔王较强，比魔王较强，比伊的 BOSS 更较强。
啊！好势你去用地死。哇！无命，无命回中原。无要紧啊，再来一摆。无命回中原。今仔日拍这 X2 卡袂顺。资料是一定会掉的。安尼也掉啊，烦呢。无爱插啊，要直接冲啊。哇，看，它会变强。2摆，哇，也变什么色的嘞？升级，搁升级。啊，然后恐怖红色，哎哟，惊死人！哦，搁会弹顶头呢，惊死！哦，这个。这要用一罐。哎，维护器。哇，各行掠着。
血变多，然后招式变强，伊的招式甲火拢变强啊！哇！要拍一拍，休息啊！哦哟，安尼敢会赢啊？啊，遮小伊啊，嘛是爱拼。再讲有作用。有咧。哦，原来有这哦。哦，好李家在，好李家在，要忙个死去啊！我刚发现讲，我跟他来唔对呀，我应该要先去打公牛才那个鹿才对。我应该是在拍鹿啊，记唔对的，因为咱有坡啊，就会当去拍鹿啊。伊惊泡泡嘛，伊惊坡啊。哇，惨输就好啊！中毒，袂急死去，当来当走呢。哇，惨！啊！连冲都袂冲起来，跳袂起来。陷入苦战，无彩讲个拍到剩3滴血呢，怎么办？啊！啊，对不起，我输了。对啊，好了，不要闹了，刚刚选错，应该要打公路才对。因为泡泡要让我婆应该是爱对路较对。
哇，这边几点啊？可能这关拍了的，就要修开啊，应该是会过啊。啊！你不要这么快死啊！我要用你拿东西耶！哇，没啊，它不会再出现了。我要跳到另外一边的说，安尼袂过啊，对啊。不顺利，开局就不顺利。啊，操！不管了，先给爱心点数卡中。个无开掉，差一滴滴啊！哦，好哦。对啊，剩下你要日再三，明天再开始。明天要上班。来，来，我要上去。什么？你竟然伫遐休困？等一下，他竟然在那里休息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对嘛？还休什么息呀？快点！还要冲跳！哦，终于跳过来了。OK， 你没有用了啊！不要拿一下那个好了，拿一条命也不错。一条命嘛袂歹，顶头一条命。耶！惊死人！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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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乡亲时代照顾，耶！感谢天公伯啊保庇，顶头啥物？
哦，小魔王比较怕的。我看像白痴赶快呢，直接落来。点火的笨蛋来了，没时间管你。好，无物件。最后关头，拍落啊拍了，就要收山。感谢辛苦的西行手，对。等等呢，我先把这刷模内底这个刷模内底这粒爱心先刻掉，啊无等下电工转来会袂记住。好烦呢。C。哦，感谢各位今仔日陪伴。头前去互迄个母节伤过久，他拄仔有记录到啦。刚刚有记录吗？等一下，搁记录一摆好啊，危险。
OK。好啦，好，要来讲大家拜拜。好，搁剩罗振爽甲社畜1号，感谢恁的陪伴到最后，多谢恁了，足感动的，好，谢谢啦，新年恭喜哈！今日要先过要来歇困啊，多谢恁，宝宝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再会，再会，有缘才过来。再会，再会，有缘才过来。再会，再会，有缘才过来。